廉署嘅調查從多方面嘅證人同埋證據入邊取得突破性嘅進展，發現喺宏福苑大維修工程入邊嘅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，而部分人士亦涉嫌清洗懷疑貪污得嚟嘅犯罪得益。廉署按現階段所掌握嘅證據，同埋按律政司嘅法律意見，今日較早時間已經落案起訴7名人士以及2間公司，合共20項控罪。呢7名人士係5男2女。廉署嘅檢控主要涉及4個大嘅範疇，包括係涉嫌喺總承建商招標過程中造假，同埋涉嫌喺工程監督上面造假。案件另外亦涉及工程顧問公司董事涉嫌洗黑錢，同埋有涉案人士喺調查期間涉嫌作出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嘅行為。廉署嘅相關調查仍然會繼續進行，唔排除會有進一步嘅執法行動。